好，即馬這網絡世代其實真濟青少年接觸到這毒品的，攏是透過網絡社群，也是講朋友分享來的資訊。司法部是表示講，這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法了後，會來強化網絡毒品資訊傳播的限制，希望會當對源頭來防制毒品。你要開始曉大，青少年接觸網絡社群的時間會變多。民間團體表示，根據因的觀察，真濟少年人接觸毒品，並不是佇實際的場所，攏是佇社群或者是網絡看到朋友分享的資訊，後來就將做食毒或者是賣毒品的人。許多的孩子並不是主動去找毒品，而是在演算法的推演、同儕分享以及社群文化的影響上，建立警政教育、社政以及數位主管機關的跨部會及時合作機制。拜二有民間團體甲立委開記者會，呼籲政府愛重視青少年接觸毒品的問題。立委指出，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2025年的世界毒品問題報告，2023年全球有超過3億人使用毒品，比10年前增加28%。而且即馬傳播毒品攏會透過社群媒體和網絡，甚至用暗記的方式避免互人發現。希望政府都要針對網絡的資訊有更加嚴格的限制，嘛就加強毒品防治教育。如果在看他孩子社群提到的是糖，提到的是小姐，提到的是飲料，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，你怎麼知道原來這個講的都是毒品？這個部分也是透過就是跟國健署的合作，那其實我們就是把這一些比較變形的關鍵字，運用一些 AI 的技術來去做一些掃描的專案。司法部指出，行政院目前正在推動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修法，其中就針對網絡毒品資訊的限制，希望會使對源頭防治毒品透過網絡繼續傳播。未來嘛建立跨部會合作，對預防到事後處理建立完整的配套措施。記者桂中林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